已经过往的水墨大师李基波是战后头一代真有代表性的画家。伊的作品对早期真有战斗风格，到中后期观察在地地方风俗拢有。国立历史博物馆特别选出69件李基波的经典作品来展览，想要来延续着伊坚持台湾这块土地精神。 用水墨详细刻画出侪人伫咧夜市啊无用咧款物件，享受同齐食小食的画面，佮有民众小客伫淡水节温顶悬通勤的日常。这是台湾水墨画画家李基波的作品。伫画家李基波的画笔之下，不管是人物也是动物，拢充满生命力。文化部长表示，李基波艺术家是台湾水墨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。自细汉就看艺术家的画，伊的作品和台湾人有一种真相像的精神，毋忘自由，毋过惊虚伪，会想要我做伙团结起来。我刚才讲到他的一些绘画里面的很害怕寂寞，一群人在一起，蛮像台湾的。台湾人很怕寂寞，这个岛小小的，可是大家都挤在一起，因为大家很怕寂寞，团结在一起。 这把天马是艺术家李基波在生最后一部作品，也是头届公开展出。文化部表示，李基波算是战后第一代真有代表性的画家。早期的作品有战斗的文艺风格，中后期顺应时代变化，投入观察地方民情日常生活。国立历史博物馆也表示，艺术家李基波是甲博物馆连接社区的先锋，一世人的创作拢显示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爱甲坚持。你可以看到李老师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。 那他的作品里面，虽然他是用传统书画，但是他结合了西洋的速写的技巧，他在我们的生活日常里面把很多市井小民刻画得非常的生动。国立历史博物馆表示，今年是艺术家李基波100年名诞，所以特别选69件经典作品展览，会一路展到6月初8。希望透过展览，带大家感受水墨大师下时代结合传统、走向创新的艺术成就。记者张家嘅柯斌哲台北报道。